来看中央银行这个月18要开第4季的理监事会议，外界是正关心讲敢会放零贷款的限制。也毋过专家是认为讲放零的几率应该是无介大，利率嘛应该是袂变。国内房市继续冷清，外界高度关注银行敢会伫今年第4季理监事会议放零第7%的成信用管制。不动产放款集中度的这一个数据来讲，都还是在35、36、7%这个数字里面，其实也没有很明显的下降的一个状况哦。所以，看起来这个部分可能还不构成央行要去对房市政策松绑的一个关键。房市专家认为，国内房市处理慢慢降温，银行可能会烦恼。万一释出放零信息，可能互抑制炒房效果大大拍折。估计银行有缘会采取保守观望态度，上映可能会等到明年第2季，才有希望调整政策。另外，伫利率部分，根据主计总处公布，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有希望超过7%。美国联准会高释出降息信息，市场关注台湾银行敢是会得咧降息。我们预估12月的话，联准会非常有可能会继续降息，甚至推出新的一些机制，那挹注市场的流动性，那稳住，那就是说金融市场在通膨的这个情况看起来还蛮稳定的，央行它应该是不会考虑升息啦。但是降息的部分呢，因为现在经济成长的情况看起来还是非常的不错，这一次的理监事会议，他们应该还是会维持利率不变的。学者认为，有关台币对等关系谈判，加美国的2、3期条款调查，可能会伫明年公布。到时阵，央行有希望根据最后实际状况，才会来调整国内的货币政策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